我哋今日嚟講記憶，人類嘅記憶分為感官記憶、短期記憶同埋長期記憶。一般嚟講，我哋一望到嘅事物，即係感官記憶，即係短期，大概可以維持半分鐘左右。咁長時間去一啲記憶咧，先至係長期記憶。咁短期記憶到感官記憶咧，會好難記得嘅。另外一樣嘢就講緊你嘅唔記得，即係遺忘。如果按照衰退嘅人嚟講，遺忘係因為你嘅時間長，所以會唔記得。我哋成日講話，你嘅手機會停喺一個唔需要現實，係呢個原因。你會隨時間就會唔記得咗嗰樣嘢。而另外一樣嘢講緊你唔記得嘅一樣嘢，係因為前置干擾或者後置干擾。咩叫前置干擾咧？簡單嚟講，前置干擾即係你想講某一樣嘢嗰陣時，突然之間咪打斷咗，係咪就會唔記得咗啱啱想講？或者倒翻轉，你講緊突然間被後嚟嘅嘢打斷咗，所以導致唔記得。當然有時候對於自己嚟講，可能係因為自己嘅某種思想覺得唔好，佢將自己某個記憶扭曲咗都有可能。